发酵好的面团极具延展力，可以提供强大的包裹能力。玫瑰红糖属于彩云之南的传统技能。猪肉葱花，致敬老家山东。在把面饼交给老王之前，杨姐问了句多余的话。阿姨还问我呢，哎呀，2年没做粑粑了，我还会不会做粑粑呢？我说这个热起来都可以做了嘛，现在呢，你有肌肉记忆了已经。烤粑粑的温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，从底层的选木头开始，每个环节都环环相扣。用的是立木，它就筋烧一点嘛，烤制的时间还要比那个长一些，粑粑它就非常脆。烤盘堪称现代化烤炉的精神鼻祖，火分上下。下文，上午。油酥和红糖都是不好伺候的主，没有几10年的玩火经验，请勿轻易模仿。伴随酥油的不断涂刷和上下火的动态化炙烤，需要呈现表皮破酥、内部糖油刚好流心的状态，才能呈现让人舔盘的上头举动。